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摆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肉。肉就是讲动物的皮和骨头中这个组织，嘛会当讲是个人外口会当食的部分，像咱讲灵筋肝肉。另外刀啊刀身的部分，咱讲刀肉。若上肉做为加工品，咱讲是肉酥、肉干、肉丸。文音读做肉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做伙来看到这读做狗肉烧，意思就是讲算袂清的烧。或者是无法度解决了解问题。第二个词都要读做文音肉桂，肉桂是木本的食物，气味真极，伊的籽、根、皮、树蛙拢会当做香料，卖当用做油，有做药啊，止痛健胃，较袂冷底效果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这间公司挂一批肉桂来卖，结果分做骨肉批来进货，介绍拢无共款，算小的时煞变做狗肉烧，安怎掠烧都掠袂得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肉，另外文音读做肉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